OK，歡迎光臨。好多謝你哋嚟參加嗰個活動啦。因為咧，其實咧就係世界詩歌日嚟嘅。因為世界詩歌日咧就係一個主題日，就每年咧都係3月21號舉行嘅。咁咧嗰個題日咧就係聯合國發出嘅，就係1999年，所以都有幾十年啦。咁咧就觀樂兒基金會咧就想話慶祝嗰個世界詩歌日，咁咧就邀請咗我咧就幫佢哋辦。咁咧我就覺得咧我哋辦2日就比較好啲，即是今日就係中文嘅，咁咧後日咧我哋就會辦咧就係葡語嘅，所以咧就唔會話溝埋晒咧，我覺得好亂，因為我嘅拉筋搞唔掂啊，所以咧就今日咧就講中文，後日就做葡文啦。咁因為我搞嗰個活動咧，我就邀請咗澳門作家協會嚟幫我辦啦。咁咧就馬瑩瑩就係個理事長，所以咧你介紹下你個會啦，唔該。好多謝觀樂兒基金會今次辦詩歌日請咗澳門作家協會嚟做一個協辦單位啦。咁澳門作家協會係2011年成立嘅，今年15年㗎啦。咁我哋每年都收到好多詩人嘅作品，澳門係一個好多詩人嘅城市。咁包括在座啦，有高老師啊、阿苗老師啊，仲有在座好多位一陣都會過嚟分享嘅。咁好多詩人啊都成日都好多佳作咁出現啦，咁今日呢個分享我都好期待嘅，咁係咯。OK， 好啊，咁咧我哋繼續落嚟咧，就係每一個詩人咧就自己介紹自己啦，咁咧就朗誦佢個作品，咁啊之後解釋我哋咧就佢嗰個感受係點嘅。因為詩嚟講咧，我覺得都係有時好難。我睇咗你哋啲詩，有啲嘢我都想同你哋討論下嘅，好冇 ？OK， 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詩地係咪啊？矽地。係啊。Hello， 大家好啊，我係詩人矽地啊。呢個係我舊年寫嘅一首詩，關於門嘅。咁我寫咗好多，我寫詩裏邊有好多核心意象，即係話一個意象會來來回寫好多年。咁我唯有呢樣嘢。咁門其實其中只係一個我寫咗起碼有40首詩嘅一個意象，用各種方式去拆解門啦。咁門嘅歷史啊，或者門嘅各種門嘅歷史啊、形態啊、心理嘅變化啊，同埋我哋人之間公共關係啊，各種來回去各種概念嘅拆解，有冇玩？所以點嚟嘅呢？門呢個意象，我開頭幾時開始做門呢個意象嘅咧？就係我成日覺得大三巴一個有趣地方，即係佢一個俾消費到好犀利嘅一個意象，一個符號。咁但係佢本身係一個教堂，跟住又變形翻譯成一個牌坊，即係呢種翻譯係有趣嘅。呢種翻譯係其實係一種誤讀、一種錯誤嘅翻譯，但係佢本身就展現咗一種喺語言上嘅物本身係冇變化嘅，但係佢展現咗一種語言上嘅一種歧義，跟住再反覆咁樣，好似影子咁樣倒影翻自身咁樣。所以我係嗰陣時開始，我就成日會諗緊、幻想緊，穿咗嗰道門會去到邊？跟住我哋發現咧，穿咗嗰道門之後咧，後邊一片空白。即係咁呢件事就幾悲傷，其實就係穿咗一道呢道門後邊，你係去唔到，唔知去邊咧？你去歷史定係去邊度咧？你要去揾門嗰個地方係後邊係邊度？跟住好似你發現你去邊都去唔到嘅時候，你淨係可以，你淨係可以我攞出嚟啊 ！sorry 等陣啊。哦，冇喐啊 ！sorry。咁你淨係可以
冇地方去啦，咁你咪調翻轉頭咁樣，跟住再出翻一次嗰道門，又入翻一次道門咁樣，即係因為出入嘅關係係好微妙有趣嘅。嗰陣時開始我就好用心咁去經營門嘅呢樣嘢啊，咁我就覺得呢個就其中一首，其中一首叫門嘅假設。門嘅本質係虛偽嘅。我覺得呢個世界本身係唔需要門，即係唔需要一條路本身係通嘅時候咧，佢唔需要假設一個障礙，之後再假設幫你取消咗嗰個障礙。咁所以佢本身其實係一種矛盾體嚟嘅。咁所以我就嗰陣時經歷呢個矛盾體嘅時候，我就覺得有趣喎，我就開始嘗寫呢首詩。門嘅假設，門嘅本質係虛偽嘅。佢首先假設咗關閉，黐秒為你打開，讓你虛構出一把鎖匙。所謂打開，講白咗就係門，讓自身消失，將條路還回來。但係呢種還係有條件嘅，佢首先需要畫出一個框，等你同佢通過呢個框一齊消失。講到呢度，你可能就明白啦。打開同關閉，佢都係一個誘惑。首先，佢係一場做框嘅運動。翻個頭嚟，你唔需要去糾結你隻眼，嗰個時孔係門往內生出嘅另一道門，紙門。佢仲可以繼續向內咁繁衍，博弈出更精緻嘅手嚟講述呢個打開嘅故事。好啦，就係咁。我唔知講乜。跟住咧，我想同大家略講兩樣嘢先。第一個就係道歉。唔好意思，因為我一人趕住出大陸，所以我就同譚醫生講啊，俾我即係早啲啊，跟住我趕住出去啊咁樣。跟住所以一陣可能聽唔到大家分享。咁所以真係好抱歉。但係我見到其實即係澳門嘅頭先講緊華語詩人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大家都就算唔熟都好，都見過嘅。咁但係你話活動可能下一次會有，即係後會有葡文詩人啊嘛。成日我建議就係希望即係中葡唔好成日都並存唔共用啊！我哋溝下咁樣，因為老實講，我根本寫詩即係咁多年，我唔識一個葡萄牙詩人，一個都唔識。姚峰算半個咁樣係嘛？我唔知算唔算半個，應該唔算啦。咁所以就話一個都唔識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尷尬嘅。我係希望有冇機會可以接觸下咧，傾下偈有冇係嘛？溝通唔到咪翻譯咯，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平台好重要。咁呢個地方都係搭建呢個平台啊嘛，係嘛？所以有時有心想去交流，但係發現大家都好多障礙，冇辦法交流到。係咯，希望可以多啲共用，就冇咁多並存咁樣。呢個係希望一個小嘅建議，唔好意思。咁係啦，我跟住讀埋個貼先。Sorry，OK，就搞掂咗啦。唔知有冇人要上問同埋解釋清楚嗰個門嘅情況？冇人有問題。OK， 冇問題嘅話咧，我就會講你聽。OK，我哋舊年咧就教咗葡語同中文一齊嘅，不過亂到不得了，所以咧我先分開咗。有機會嘅，我哋會葡文同中文合埋一齊。你要認識啲詩人，我都可以介紹你攞啲詩嚟討論下。OK， 今日都會有一個詩人嘅，咁啊陳老師會介紹嘅。佢啲詩都係好特別嘅，我哋慢慢聽啦。你聽唔到嘅，到時佢哋 YouTube 會再播翻嘅。佢哋會播㗎。係啊。Okay。所以咧，你就會你就會講錯嘢啊嘛。哎呀，真係唔好意思。你哋會聽啦。OK，會睇啦。唔該晒啊。多謝。OK，thank you。咁而家陳淑華係嘛 ？OK。各位午安啊！我係陳淑華。咁咧，我今日就帶嚟咗一首詩歌，叫做《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
咁呢個咧就係大概2年前嘅詩歌啦。咁起源於咧就係嗰陣時就去文化中心就睇咗一場詩劇啦。咁一場詩劇嘅名咧就叫做《詩憶東坡》。咁就係即係一啲表演者啊，用舞蹈啊等等各種嘅一啲表演形式咧，去演繹翻關於蘇東坡嘅。因為蘇東坡其實都係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一位文學全才啦。咁佢當中其實有好多人生嘅態度啊，各樣嘢其實都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咁一路喺度睇呢個詩劇嗰陣咧，我見到個表演者喺度用佢嘅肢體動作啦，同埋再加咗一啲書法嘅元素啊，各種嘅元素組合埋一齊咧。咁我一路睇就喺度諗，即係一個表演者喺度表演緊另外一個角色嘅時候，有時候當你好全情去投入嗰陣咧，會投入到連自己都忘記埋啦。咁我哋生活中其實都會有好多狀況，就係當我哋去全情投入啊，或者因為好多因素咧，其實我哋都難免會同呢種遺忘咧係結合埋一齊嘅。咁所以我就諗到呢一個詩歌嘅一個題材啦，於是就開始去諗下關於呢首詩歌嘅。咁我成首詩歌其實都會用咗一種遺忘作為一種主要嘅意象啦。咁我都會用咗好幾段，其實都係相似嘅一種形式去講下我自己對一個遺忘嘅一啲諗法啦。因為有時候我哋可能遺忘唔一定係真係忘記咗啲嘢嘅，有時候可能真係忘記咗啦，有時候可能係我哋刻意為之有啲嘢唔想記起，咁我哋就讓佢用一種遺忘嘅形式去流失咗啦。有時候或者你去遺忘咗一樣嘢咧，反而係某種程度上得到一啲解脫嘅。譬如一啲唔好嘅情緒啊，一啲人生入面嘅得失啦，其實我哋喺遺忘之中咧，可能都會得到解脫嘅。咁我哋其實人生喺唔同嘅狀況咧，會有遺忘啦。遺忘對於我哋嚟講係好事啦，亦都有時候可能都會係一種壞事嚟嘅。咁所以我就構思咗呢首詩歌啦，去展現呢種諗法嘅。咁或者我都簡單嘗試一下去誦讀一下呢首詩歌啦，唔好講話朗誦啦。咁一路讀嘅時候，可能都講下我自己寫作嘅一啲諗法啦。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燈光亮起，熟悉的陌生人在舞台上擺動着帶着故事的身姿，錯落有致的舞姿糾纏成詩意的嘆息。獨舞的角落投影出對生活的妥協，呢個就係我開始由呢一個舞劇嗰度去諗起嘅。理想從高台緩緩滾落，越過千年的情感，轉動歲月的皺褶，不斷扭擺成無被欣賞的優雅與從容。原始的洪荒無人往還。呢個其實就還原緊我哋呢個舞劇，其實都係跨越咗千年啦，將蘇東坡同眼前嘅一啲觀眾，即係包括我啦，連結埋一齊嘅。好咁或者我哋繼續下一段啦。我以為內心已經忘記，轉身背向的眾聲喧嘩，漸行漸遠的擇善固執，執手相看的信誓旦旦。我以為命運已經忘記，執念彌漫的往昔，擦肩而過的錯過，緣起已滅的重逢。咁我呢度就諗咗好多關於遺忘嘅一啲瞬間啦。有時候我哋可能喺熱鬧之中遺忘咗自己啦，有時候可能因為今日自己嘅一個狀態啊、思想等等各樣嘢唔同咗，有啲我哋曾經執着嘅嘢，可能我哋都遺忘咗啦。有時候人同人之間嘅關係有所變化嘅時候咧，曾經嘅信誓旦旦可能都忘記咗嘅。所以一啲緣分、一啲往昔、一啲錯過咧，可能都係我哋生活之中因為各種嘅因素咧，而係漸漸被忘記咗嘅。七種色彩，七種慾念，百種姿態，百般滋味。忘記不過是以遺忘之名塵封的記憶，瀟灑終究是以豁達之姿承載的心情。人生最深的羈絆，莫過於生活與生存之間的糾纏。最疏淡的別離，原來是相忘於江湖的各自安好。有時候遺忘咧，其實可能係一種即係好美好嘅情愫嚟嘅，係咪？莊子都有即係語嘅呢種相忘於江湖啦。某程度上，遺忘都帶住一種詩意嘅。我以為自己已經忘記，歲月忘了溫柔，
言語忘了理解，漂泊忘了初心，回首忘了情誼，帶着遺忘再次出發，默地忘了早已遺忘的種種。好，咁希望呢個分享都讓大家喺記得同遺忘之中，都可能諗起好多美好嘅瞬間啦。多謝各位。有冇問題？我想我自己聽呢個詩嘅時候，我自己都係好有感覺嘅，因為都係經歷咗好多嘅遺忘啊，或者呢一啲嘅情景啦，都感同身受。咁我想知道你係喺幾時係咩情況之下去創作呢一首詩嘅咧？我就真係啱啱睇完嗰個詩劇咧，跟住真係嗰晚係諗起好多，即係除咗因為呢個詩觸發咗好多嘢之外咧，其實因為啱啱都係一啲即係工作啊各樣嘅一啲轉折點入面啦，咁啊真係一個夜晚將佢寫成咗呢個詩歌嘅。有時候就係嗰種感覺一嚟到咧，就真係執筆一寫就一氣呵成咁完成咗呢個作品咯。多謝你。我又想問，因為你兩個問題，我哋正先聽咗一首詩啦，而家又聽到你首詩，即是詩人男人同女人係咪有分別嘅咧？你覺得？我覺得喺即係思路或者可能喺行文嘅一個側重點會有唔同，但係嗰種即係對於想表達自己內心感受嘅嗰種慾望上面係一樣嘅，係啦。 Okay. 但係我睇頭先直地分享嘅詩歌就比較有哲理性啲啦。我覺得我自己呢首就偏向於感性少少咯。OK。咁啊，第二樣嘢咧就話靈感一到我就寫咗首詩。OK。我早2個星期就同葡萄牙有個詩人嚟咗澳門搞啲活動。咁咧佢就話我聽，你冇以為咧寫詩係咁易㗎喎，因為你講靈感唔係咁簡單㗎喎，因為我要一個字揀出嚟㗎。咁你又點感覺到咧？定係靈感咧？定係一定要諗一個字諗出嚟咧？有時候我覺得靈感其實同一個字諗出嚟之間係有好微妙嘅關聯嘅，即係你所謂靈感嗰靈光一閃，其實可能你前面經歷咗好多嘢嘅嗰種鋪墊啊，跟住慢慢咧就成為咗你能夠捉得住嗰靈光一閃咯。但有時候你前面嗰啲你無意識地去經歷緊嘅事情咧，其實都係某種程度上係靈感嘅泉源，所以唔可以話我嗰一剎那寫咗出嚟就係因為我能夠一揮而就，而係前面有好多嘢，我哋不知不覺歲月無聲嘅一個鋪墊喺當中成就嘅。OK，唔該晒。下面有請黃炎少嚟分享佢嘅詩歌。大家好，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寫的一些詩歌。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首舊體詩，是一首格律詩。我必須要承認的是，我平時自己的創作其實和大家會比較相近，我會更多的寫現代詩。所以在寫舊體詩這件事情上，尤其是今天看到現場來了很多老先生，還有專門的這些文學研究的學者們，我會覺得自己還是一個舊體詩的學生所以可能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寫作的時候的一些感受。這首詩從題目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很明確的信號，它是寫在庚子年的清明節那一天。我們的那庚子年呢，
最明确的，离我们最近的其实就是2020年啊，所以它是一首写在疫情期间的诗。也就是在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硕士。我们学校封校了之后就没有办法返回到学校，所有的同学也都聚集在线上上课。在那个时候呢，我想我和大家一样，都每天过着这种在自己的这个小房间里面独居的生活，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也都处于这种仅仅有线上联系的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然后每天又会接受很多的有关这种死亡的这种社会性的信息，那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初步的对于离别、对于死亡的想象。然后有一天我在家门口散步的时候，突然就想到，这个时候那些生活在武汉的人，他们接受着比我们更严格的那个活动范围的管控，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会在清明节这个时机，怎么样祭拜自己这些新近离开的朋友或者亲人，以及曾经已经离开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清明节这一天原本应当亲临祭扫的，他们应该如何在这个被封闭的情况下完成这种哀思的寄托？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可以先念一下它。往岁长觉春意至，今朝始叹送东南。青花冷雨随孤影，吹竹悲风绕小兰。万缕愁心迎斗室，一痕哀泪寄空谈。南屏最是云中信，渭水金山两地宽。就第一句其实是我的一种个人感受，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那个冬天非常之漫长，因为春天竟然还没有来，花还没有开。另外呢，其实就会觉得那个疫情它始终使我们的世界灰蒙蒙的，好像一直处于一个情感上的冬天那种孤寂的氛围之中。另外呢，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哀愁都只能被囚禁在那样一个狭小的物理空间之中。然后我和我的那些朋友的联系也都是像云中信一样，在这个电子信息的那个方式来联络，在线上来联络。那我们其实那个宽就不仅仅是我当时生活的城市，我当时在咸阳，就是那个秦始皇定都于咸阳的那个咸阳。所以它旁边就流淌的是渭河。我们的那个物理空间就是从渭河，然后一直到荆楚之地啊，这样物理距离的宽阔和辽远。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心灵上的空间也会变得很远。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这样的一首诗。那现在重新来读的话，其实会觉得写的有一点老气横秋的。因为当时刚刚接受到这样的一种格律诗的写作，写这首诗其实也是我们当时在上钱志熙老师的那个古体诗的创作课程。然后他会让我们每周交一首诗上去。刚刚好就是疫情时期，然后就写了这样的一首诗交上去。我其实会想到我为什么会选这首诗，因为越临近今天的分享活动，我就会越去主动思考这个问题。那当时谭医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告诉我要选一首格律诗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用太多的脑筋，几乎就是一下子锚定了这首诗。我当时其实并不太清楚。其实现在反思一下的话，我好像会比较习惯于把个人情感归置在现代诗的创作之中，但是会把这种有公共性的东西放在古体诗之中。它其实会让我想到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有关诗和词的论辩。我们传统的会认为诗庄词媚，也就是诗歌，尤其是这种格律诗、古体诗，它用来表达更加庄重的，更加具有公共性的这种事件或者情感。所以可能受到了这个的影响。但同时我在6年之后重新回看自己写的这首诗，包括后来我也写了一些其他的格律诗，它其实是更具有私人性的，更具有我的一些个人感受的。我再重新回想这种有公共性的诗歌的创作的时候，
我其实会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种格律诗的旧形式，在我们当代生活之中，它应该如何安置的问题。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格律诗如何在当代生活中继续存续的问题。既然现代诗它也可以表达一些公共议题，也可以承载我们的私人情感，它具有这样的双重的功能的时候，为什么格律诗在当代还会需要？也就是我们如何用这种旧形式来安置一种新感觉，如何来统领之中的这种张力，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掘格律诗在当代生活中它的功用，可能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在之后的创作之中需要去多加注意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就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诗和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反思，謝謝。有冇問題？想了解下。就首先我想回答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就是我觉得就是古的格律诗嘛，它有一点像我们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艺术品啊，比如说青花瓷那种，可能它有很多更方便的、更新鲜、更先进的就容器来取代它，但是它还是很美的。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不是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这还是一种美的感觉。还有刚才你提到的老气横秋的问题，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写古诗词的时候，很容易就把这种花啊、月啊那都放进去，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味道。就是就有了它就有味道了。我反而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接触这个古体诗嘛，就是有时候也写就很困难，就我主要就跟那个邓景斌教授，他就写对联啊那种，他都常常会，我们用格律的时候就数这个乐韵。就我们广东人就觉得粤语在这个写这个格律诗填词的方面是很有优势的。那你来到澳门去读书的时候，有没有研究的？首先就是您写的时候，你是用粤韵吗？那还有第二就是，你从一个讲普通话为母语的人的角度来说，你怎么看粤语写古体诗的那种感觉呢？我必须承认，我对粤语其实并不了解，因为我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人。然后呢，我很不幸，我们的那个我的家乡的方言西安话，它是没有这个入声字的。所以我在写作诗歌的时候，非常能够体会您说到的那个用国语写作古体诗的困难，因为我必须要去查阅平水韵的韵表，才能确认我的这个字，它的平仄是否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话之中的那个仄声的字或者平声的字，它在那个平水韵之中和平赏去入的那个对应是不同的，尤其是入声字，它有很多归于平声了。所以我在用国语创作的时候，确实是会面对这种困难。我一直都非常的羡慕我的南方同学，他们通过自己的方言就已经无师自通的领会了什么叫做入声字，而我只能通过查阅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更加简便的方法，就是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当然不是 AI，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 AI 写作格律诗的研究论文，是在那个张宏明教授的那个课上做的，因为他是一个语言学的教授，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有很严苛的学术要求的。我当时是对比了现在市面上比较常用的一些AI 写作格律诗的软件。然后呢，我去看了他们的背后的那个编程的细则，并且用他们产出了一些古体诗、格律诗，来看它那个是否符合格律。那最后发现，其实只有清华大学出的那个诗300是完全符合格律的。因为它的那个软件系统之中就写了明确的平仄的规定，并且它也输入了一些，比如说禁止泛孤平这样的指令。但很多那个软件的开发者，他在
开发软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意识的，所以他们可能对于那个平仄对仗本身就不了解，所以导致他们的很多输出的是完全不合格率的，他们是没有那个平仄的认识的，这种用 AI 来写作其实是一种规则，大家应该先去考教它的规则是否正确，那我发现的一个比较有用的校对韵表的方式，就是有一个古体诗的写作网站叫做搜韵。它之中是完全输入了那个平水韵的那个韵表的。你把自己写作的诗给它输入进去之后，它就会标红你的那个平仄有误的地方，或者说你的那个平仄还可以再考量的地方。另外呢，你点击自己那个有红色标注的地方，其实就可以检查出这个字在平水韵之中应该是哪个声调的。所以我作為一個北方人，必須借助技術手段才能寫作。謝謝。高老師啊，你有冇啲可以加啲嘢落去咧？因為你寫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嘅詩，係咪真係咁唔同嘅話咧？真係有啲唔同嘅。嗰位姐姐講得啱啊！我哋講粵語嗰啲咧，就特別容易理解。啲音仲係比較準確啲。嗱，我咧就係中山人，中山嘅龍都啊，即係我哋講龍都話嘅。你一聽就知道我啲龍都口音㗎啦。我龍都嘅口音咧，原來你經過有啲教授同埋學者咧，就講係閩南語傳過嚟㗎。咁閩南語咧都係屬於北方上面，即係比較接近平水韻啊，所以我哋用起上嚟咧就好容易，就唔好比嗰個姐姐咁，因為我哋嘅平上氣音咧就好溫寧嘅，真係普通話就冇入聲嘅，咁咧就真係要靠記啦嚇。但我哋寫多寫慣咗嗰啲平仄嗰啲嘢咧，其實唔需要 AI 嘅。就咁樣寫，基本上都啱格啦。而且咧啲平仄方面咧都比較容易掌握啦。所以我哋係有嘅天然優勢嘅。有啲人甚至講話用普通話讀詩，同埋用粵語朗誦，話粵語仲好啲咁講。我都唔係幾認同嘅。其實普通話仲啱啲準確，我啲粵語有時咧都有出入㗎，但係有咁樣嘅情況嚇。OK， 唔該。下一個。下面邀請譚建超醫生過嚟分享啊。譚醫生都係我哋作家協會嘅副會長，咁佢呢次做呢個活動，佢都做咗出咗好多力嘅。咁譚醫生佢係小説啊、散文啊、詩歌啊，包括古體詩啊、新詩啊，佢都有好多成果啊。咁我都經常請教佢，咁啊好開心聽下佢分享。你好開心聽佢，我就想認識下佢，所以咧佢又揀咗一首，我就特登擺咗2首喺度，整蠱下你都好啊。馬醫生，俾我講普通話。可以啊，可以是吧？因為我們在座有些同學來自北方，如果我講粵語的話，可能他們聽的時候有點困難。好的，好吧。因為剛才有那個嘉賓都說了，他們覺得北方人使用我們的傳統的詩歌的舊體詩歌的格式去創作有困難。其實我是覺得只是到現代人他的選擇太多了，就像我們吃飯啊去玩一樣，你的娛樂方式，你的表達方式太多了。你像古人的話，古代人像明朝、清朝那些人，他們也會有北方人、南方人之分吧，是吧？但是沒有人說因為北方和南方有區別，口音上面有區別，而導致他們那些舊體詩在創作上面達不到平仄對偶這個要求，沒有的，就是因為他們創作這個詩歌舊體詩這個規則已經深入他的骨髓裡面，就像古人他用毛筆字寫字一樣，這是一個古代的
文化人他的必须掌握的一个技能，他可能那个平仄那些规律啊，平水韵那个字，可能他都完全印在他脑海里面，根本就不用去查字典，不用看电脑，他完全就顺手拈来就行了。而且所以在明朝、清朝的时候，一个河北人啊，他能够做出一个很规范的一个旧体诗啊，一个广东人也可以做很规范的一个完全符合游戏规则的一个旧体诗啊，但是他们读起来可能北方人读起来跟南方人读起来可能各自有各自的韵味，但是都在同一个游戏规则里面啊，达到一个平衡，就像我们古代一样，就是说我们诗歌可能不同的人朗诵可能有不同的韵味，但是它的内核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挑了有两首七绝，因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像你如果说律诗的话就太复杂了，而且它要对偶啊，字数也是比较多，而且表达的感情可能也是比较复杂那样子。我就先写了第一个是2023年11月份，那个时候我去参观那个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的那一天，我早上还在上班，然后晚上就是这个时间就坐汽车去我们的澳门的机场，然后就7、8点钟左右吧，然后就飞到那个浙江省北部的嘉兴市啊，就是在浙江的北部，嘉兴市下面的桐乡县下面的乌镇，就是这一级一级的关系。到了嘉兴县，再坐汽车，再到了乌镇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的时候了。我们乌镇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来说是茅盾先生的故乡。乌镇除了是一个著名景点之外，也是现在来说也是茅盾先生他的骨灰、他的坟墓、他纪念馆都在那里。所以我去参观啊，这个活动本来就是很有意义的，只不过是说，从这些文字上面来看，就是那天确实是比较孤单，只有我一个人啊。到达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钟，幸好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在那里等我，等到1点多，然后才去接我。当时看到整个天空啊，跟那个水面、房子都是一片漆黑的，但是呢。你走到那个景区里面，因为它的那个客栈就在景区里面。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就像诗歌里面写的那个很深的一条，类似像一条小巷，但是呢，中间是一条河，两边是小巷，但是呢，有很多各种形态的那个石桥啊、拱桥在那个小河两边搭起来，然后呢，走在这些古老的石板上面，那时候很冷的。你的脚踩在上面，你都会觉得，不仅是颜色上面青青的颜色，而且还会感觉到那种青青的颜色，带着一股寒气，从你的脚下一直渗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寒气跟这个当时这种孤单的心情，还有日常工作上面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都搅和在一起，就好像一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地，没有一个方向，就是也不知道前途，也不知道前景怎么样啊，也是一个非常彷徨的一种心情，就流露在这个诗歌里面。当时晚上虽然是他这么晚，我放下那个行李，再出来的时候，因为我睡不着了，因为1点钟、2点钟已经都一顿的那个折腾之后，我就没有睡意了。然后我就1点半自己就从客栈里面走到景区里面，但景区里面是只听到那个潺潺的水声啊，船也是没有，那个乌篷只是一个想象，你能想象这种江浙地区的乌篷船啊，就像鲁迅先生笔下写的那种乌篷船啊，就是类似这样。但当天晚上其实我没看到，我只是想象它能够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但是我在走的那个巷子里面，居然还是能够看到有1、2个那种喝醉了酒之后的那个内地的游客，在那个河边在这里散步，已经很晚了，他们也没有畏惧这个寒冷啊，也在这里
在那里就是不停的在这里走动啊、说话那样子，给这个孤寂、寒冷、漆黑的景区带来一点点人的气息。还有就是我往巷子里面越走越深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家那个 shop， 就有一个我们广东叫士多，澳门叫士多，就是一个小杂货店啊，里面就是开着灯的，就是判断出来他这个老板或者是他的员工，他就是彻夜的，就像是彻夜的开灯，彻夜的营业。尽管是这么晚，一般来说是没有人出来买东西的，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趴在那里睡觉啊。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监管啊，但是我在那里买了一盒饮料啊，我就跟他把他吵醒了，就让他给我结账，我就拿这个东西喝了就当一个宵夜那样子啊，我就回去。但是呢，其实在乌镇这个时候是晚上，你看不清楚那个到底是花还是树叶，在那个寒冷的风里面飘来飘去，没办法判断是花还是树叶。但是我就觉得像这种情况下，花和树叶都没关系了，反正都是这个在半空中的一个飘荡的一个精灵啊，我就觉得这特别有诗意啊，也是精灵，也是一个我想象中的那种萤火虫啊，可能会给一个漆黑的夜晚带来光明的希望，就这样子。好了，讀一讀啊！我就用广东话读好不好？是好吧。这个因为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其实粤语它有粤语的优势，广东话呢就是读起来相对比较能够有一个韵味，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平时很擅长去朗读的一个人，但是我就这样见丑了啊。7月冬夜烏鎮獨行，烏篷夕月枕浮萍。項陌深深板石青，縱使橋燈吹酒熱，桐花落盡數寒螢。OK，下一首。那下一首也是七絕啊，我就先朗誦一下啊。7絕東遊惠州西湖，雲堤碧水不輸寒，塔影孤山一角芳。舊日東坡栽樹處，江聲未冷百年霜。係咁咧，這首詩就印證了我跟楊老師的和其他朋友的一段非常有趣的一個旅程，也是發生在2013年年底。上一首是11月，這個是12月，快到元旦了。那一天就是我們和楊老師還有澳門筆會很多朋友就一起從澳門珠海這邊出發，坐長途汽車用了4-5個小時才到達廣東的惠州。以前我居然沒去過惠州的啊，然後去的前一天，澳門這邊還是非常熱，我們就還穿的那個短袖的衣服。幸虧我們那天收到那個天氣預報，說那個寒流從那個粵北一直的殺到我們南方去了啊，所以我們就準備了很多厚厚的羽絨，就去了惠州。果然一下車，冷得不得了。我平時這麼不怕冷的人，我都不停的打冷戰，而且我們團隊裡面還有幾個平時比較身體稍微弱一點的團友，他都不斷的這種有感冒的那個症狀啊。但是這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覺得大家沒有去過惠州的話，真的很有必要去一下，因為不是很遠啊，就像惠州跟香港也是非常近的嘛啊，而且我特別推薦大家，因為剛才已經有嘉賓說過，在我們廣東來說，蘇東坡蘇軾啊，從北方在古代的北方帶來中原的文明，中原的那種詩書禮教啊，這種尤其是文學的氣息啊，在我們廣東
不仅有韩愈去潮州留下他的那个文学的那个笔墨，还有比他晚100年的苏东坡，也是从北方把当时的先进的文明还有文学的氛围带到我们南方。尤其是像苏东坡，他不仅在惠州，当时他又还去过那个当时还属广东管的那个海南岛啊，那时候叫儋州啊，在这2个地方逗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而且我们的惠州它也有西湖，不仅仅是杭州有西湖，我们惠州也有一个美丽的西湖啊，而且我们西湖也有孤山，不仅是杭州有孤山，我们西湖也有孤山，也有塔啊。杭州的西湖有雷峰塔、宝柱塔，我们这个惠州西湖它有这个四周塔，红色的啊，也是非常有韵味的。特别是傍晚的时候，你真的周围都是亮起的昏黄的灯光、橘黄色的灯光啊，我们就一行走在湖边，看到这些灯光跟那个塔影啊，是非常有韵味的。而且呢，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这个杭州的西湖，跟我们惠州的西湖2个不相伯仲啊。其实没有谁一定比谁好，但是呢，各有所长啊。像我们惠州西湖的话，它可能没那么多古代的人文的传说啊，在那里给它包装，但是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野性的、比较豁达的一个状态，很放开的啊。我们杭州西湖可能相对来说，因为它沉淀了太多的历史的痕迹在里面，可能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它有点拘束，但是呢，我们惠州西湖，因为在1000年前，我们惠州是一个远远比江苏、浙江要落后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广东都没有开发的怎么样，都到处都是荒山野岭，更不要说惠州这种地方了，是吧？所以当时的惠州其实来说，它有一股那种延续到现在的这种比较豁达的、比较那个很有那个野性的那种气息在里面，非常自由奔放。你看到的湖面，并不是像那个杭州西湖那样稍微显得有点拘谨，有点小气。我们惠州西湖是很大气的啊，你到了里面，人是很渺小的，但是到那个湖看起来就像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世界啊，五湖四海，非常非常的广阔，不仅是不像一个湖，简直就像一面海。所以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们跟杨老师一样，我们精神灵魂都得到彻底的解放，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惠州有很多客家人，客家菜也是很好吃的啊。所以呢，在那里我们就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而且我平时写作是一般比较少是看完那个景点之后就立刻写的，我一般是回到家，过了1个礼拜左右，就把这些东西沉淀完了、酝酿完之后啊，我才开始写。所以我就带着回忆去写这些东西，就这样。好了，谢谢。下一個。大家好，我要分享的这首诗叫做《糖水和5个孩子》，它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新闻，就是2015年在贵州毕节，有一个哥哥带着他的3个妹妹自杀了。这个哥哥去世的时候只有14岁，他最小的妹妹有5岁。然后这个哥哥他在死的时候留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里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发誓我不会活得超过15岁。”他已经做了10年的留守儿童了，然后从2013年起，他的爸爸妈妈是彻底离开了他的生活，让他一个人，一个13岁的孩子，12、13岁的孩子，带着3个妹妹和1头猪，自己独自生活在乡村。我当时写这首诗起名叫《糖水和5个孩子》。我是想化身为第5个孩子，用一个儿童的视角去看一下，作为留守儿童，他的世界是多么的破碎和摇摇欲坠。现在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哥哥，你说让我喝了那碗糖水，
里面放了玻璃渣、玉米秸秆和电线杆上的云。妈妈坐在里面给我们写信，5个孩子都收到了信，只是糖水摇晃起来，我一个字也不认得。哥哥，你说让我喝了那碗牛奶，那是水泥大桥融下来的液体，湍急的河流在桥下奔跑，2只行囊顺着岸边流向远方。哥哥，你说让我喝了那碗米粥，你撕碎了所有的书，你写下的拼音和数字烧成了火，在漆黑的锅里熬着那碗米粥。哥哥，你说让我喝了那碗肉汤，那是我们还给爸爸和妈妈的骨血，低矮的村落煮进去，兔子和香茅草煮进去，天蓝色的月亮也要煮进去。路灯熄灭了，银河亮起来。哥哥，我们每个人都喝下去了，那你呢？哥哥，原来你在喝门外野草上的露水，15岁的露水，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就14岁了。这就是那首诗，谢谢大家。大家有咩感覺啊？是一首很悲傷、很心碎的詩。对，我希望就是从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一切，然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多關注那種守在鄉村的孩子的心靈世界。OK， 謝謝。謝謝。下面邀請阿楊永紅老師啊，楊永紅老師佢喺好多方面都係好多建樹嘅，特別係兒童文學啊、童詩啊、小説啊、散文啊。今日佢分享詩歌，咁我都好期待。我都用普通話啦，係嘛？唔係啊，所以我就話因為你同兒童咁大嘅關係嘅，咁你正先聽咗嗰首詩咧。正先嗰個，你擺翻正先嗰個糖水同咩？就係呢一個。唔係嗰個係啦，嗰個你即係你聽到我睇咗嗰首詩之後咧，我唔敢再睇嘅意思就係咁。咁啊，你同啲細路仔咁親密，咁做咁多嘢俾佢哋，咁你個感受係點咧？你都話啦。我覺得讀的這個詩的時候，本質上它是很悲傷的，但是我覺得你寫得出來的時候，其實又沒那麼悲傷。我不知道我的感覺就是讀了以後，我覺得可能它還是最後的一句吧，我覺得比較有感覺，就是15歲的露水，太陽出來的時候，他就16歲了，就是我覺得還是有一種光明吧。我又可能是我主觀意願的覺得他是得到了一種生命的延續啊，我不知道是跟瀟瀟你是不是也這麼想的？出來的時候就消散了，然後就是這個哥哥其實是不會迎來16歲的，但是我會希望就是這些留守的孩子會被太陽照到，有一天他們都有自己的16歲。所以我還是讀了希望啊，可能我們都是就比較樂觀吧。我覺得不同的性情的人在同一首詩裏邊會讀到不同的感覺。那有沒有人去讀的就最後很悲傷的，還是很悲傷的？有沒有？你呢？什麼感覺？我會覺得他們的那種憂傷是沒有人可以分享的。就是他們的父母並不在意他的孩子，他們沒有從父母那裡得到自己應當獲得的那種關注和愛，而是過早的要以自己這樣嬌小的，還有這樣纖細的，尚未養成的心靈，兒童的心靈和這種殘忍的世界和這種生存的困難來交鋒。所以我其實會很感慨那個背景故事裡面他哥哥留下的遺書裡面說的那句，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願望，我的夢根。我其實會理解他為什麼會那麼的期待死亡。人在尤其是非常年幼的時候，他面對那種自己沒有辦法處理的疼痛的時候，他或許只能選擇死亡，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是的，感謝。我是一個悲觀者。
首先介绍一下，刚才会长就是介绍过我。其实呢，我呢就是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诗歌的活动，因为澳门很多的诗人又近年呢，我都把我的主力放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上边。那这很多人都忘记了我是个诗人，连我自己有时候也忘记了，但是呢，我觉得诗歌这个东西啊，尽管你不常常写，但是应该常常读，因为诗歌它给我们不同的感觉尽管我现在在儿童文学创作做了那个绘本，但是诗歌仍然是影响我很多的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创作的绘本叫《阿婆井的涟漪》就是读了姚峰老师的阿婆井的一首诗歌，还有呢葡萄牙的一些诗人，虽然我没认识他们，但是我呢读了他们的诗歌，也就了解到葡萄牙的文化。那么这一次我选读的这首诗歌呢，就是有关于M 城M 城就是 Macau 就是澳门色香味色香味是就我觉得诗的感觉，其实在方方面面可能我有时候会很调皮就觉得就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些好玩的东西那我就写了几首的诗歌。我首先朗诵第一首吧就菩萨塔。刚刚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朗诵这个古体诗的时候，会用这个广东话比较好。我也同时讲说，就是我们平常就读书的时候，我们会写这个现代诗，我们会读舒婷海子就郭沫若等等的诗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用普通话。所以呢有时候读现代诗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尴尬，就是有一些词语用广东话来读呢，会有一点肉麻的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这种感觉。所以刚才你们留意到席地他用广东话读的时候，他会变成广东话那我这首诗呢，就我用普通话来读因为我看不很清楚，我移一下可以吗？就是菩萨塔你爱我粘稠的黄我爱你这个就是看不清楚，我真的看不清楚。我拿着手机好不好？好，可以了菩萨塔，你爱我粘稠的黄，我爱你松软的床。黄和床的交融是吞并的哲学，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生活的撕磨让我们焦头烂额，那些浮游在心上的黑，是我们相爱的印记，虎涩而甘甜。这个就是我们澳门很有名的葡塔这也就点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对葡萄牙文化和中国文化交融的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正好又回应了最近我们就是文学节嘛，就有一个朋友他就也写儿童文学的，他就提到我，然后呢又产生了一点点的小误会。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他就说了我们澳门人很不珍惜葡萄牙给我们的文化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也很多的写到葡萄牙的文化比如说我记得谭医生写了在皮山耶街没有皮山耶是吧？我记得很清楚，他写过这样一个散文。还有姚峰老师也写了很多关于葡萄牙的一些诗歌。那么你说葡萄牙人跟中国人之间是不是没有冲突过呢？那肯定不是在我写到这个雀仔园的雀仔的一个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1、2、3、4件在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其实葡人还是和中国人是有一些冲突的，但是这些冲突可能是政治层面的，就没有影响到真正我们生活到的人民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喜欢葡国文化的包括了他的美食包括很多的电视台他会来到澳门，就邀请我去介绍一下澳门比如说去介绍这个市政府等等这个市政议事亭的一个小碎石头所以中国人他还是很喜欢葡国文化的就相反来说呢，我们看见葡萄牙人也是很喜欢在中国的一些文化
化和中国人呢是成为了好朋友啊。就在我的那个小说里边，就是那个葡萄牙的小孩就是土生葡人跟中国的小孩就成为了朋友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融合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不交融的地方会有些想互相就冲突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说，它酝酿着的一个文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很不一样的一种文化的特点，而就是我始终就相信我们跟土生葡人跟葡萄牙人，我们都是互相的欣赏和有一种相爱的就证明虎视而甘甜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葡文化的交融呢，其实是对我来说，我个人来说是有甜味的。也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等一下我们可以交流。那么第二首呢，就是《蒲香鸡》。为什么会写到那个蒲香鸡呢？就是有些人说，就是在这个新州炒米粉新州炒米他说在新州是没有新州炒米的。有一些人就问我，是不是在葡国是没有葡国鸡的呢？后来呢，我觉得可能不是，但也可能是，因为呢原来葡国鸡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就谭医生就写了一个绘本嘛，就写了葡国鸡。原来呢，这个葡国人做的葡国鸡和中国人做的葡国鸡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就介绍了很多次葡国的文化，就发现了葡国的土生菜，它本质上是每一家都不一样的，就没有说什么正宗的，只是说他一个家庭来到中国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料就是这个素材材料，他就放进里边去，然后呢就变成了他独有的一个葡国鸡。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在澳门这个地处于除了中葡文化以外，我们也是西方一个很重要的口岸，他们吸收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就想到了一段爱情。它是这样的：蒲香鸡，走在南中国土地上的鸡，巧遇美国的马铃薯，来自西洋的洋葱恋上南洋的椰汁，异乡的爱恋是无根的草蔓，像那颗葡萄牙的厨子为北方的卖花姑娘撒上家乡的水葡萄和香肠，一起在属于我们的盘子里种出芳香。这就是我对于澳门这个文化的一个特点的一种感受，就是它不仅仅是中葡文化，还有不同的文化，然后呢，我们互相的在这个土地上面酝酿的一种美好的爱情感觉那么最后呢，就是我就想起了澳门是一个赌城嘛我觉得第一次我去到赌城，最感觉的很深刻的就是拉斯维加斯。它真的是一个皇宫一样的赌城。我在飞机上看的时候，它本质上它整片都是金黄色的，就没有关灯的晚上。但我觉得澳门呢，它不是那么宫殿式的一种的这个赌城，而是它有很微妙的一种快乐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说赌博本来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小孩子是不能够赌博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赌的感觉也是可以进入到小孩的思考当中。所以我在自己绘本《K 星人的快乐之谜》里边呢，也讲到了K 星人来到澳门，他赌博了，他看到那个赌博快乐还是不快乐呢？那么我就写了这个澳门的一个特色，就澳味牛。我们知道澳门有一种饮品就是牛，叫做牛，它就是一个汽水放一个雪糕、冰淇淋在里边，然后呢它就叫牛。那个如果是 vanilla 的雪糕放在那个汽水里边呢，它叫白牛。然后呢，如果是一个芒果的雪糕放在那个汽水里边呢，它叫黄牛。然后呢，如果呢是一个巧克力的雪糕放在那个汽水里边的，它就叫黑牛。那我就觉得这个食物是很有趣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澳味牛。每一片土地都有一头牛 ，M 城例外，它有一杯牛，黑与白，黄与白。白与白的牛，种出相同的甜。
一如赌桌上的快乐，那样奇异，那样微妙，那样迷人，那样情不自禁，一不留神就融化了。啊，那就我对那个赌博或者赌城的一种感觉是，它有一些就很奇妙的东西啊，但是它也就是那种奇妙可能就抓不住。但我没有说把这种很悲伤的情感写在里边，就正如刚才我看到那个诗歌里边的一个悲剧，我也还感觉到它是光明和就是希望的。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我没有很深化的这种悲伤，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眷恋的这种感觉，但是一不留神就融化了，这样子。这就是我的分享啊。有問題嗎？OK，咁我哋就跳一跳到你咯喎。sorry。大家好啊，我係馬瑩瑩啊，咁我係致湯顯祖嘅作者，咁今日都係再次多謝觀來兒基金會邀請啦，咁多謝譚醫生籌備呢個活動。咁致湯顯祖咧係我呢幾年都係傾住好多心血去打造嘅一個音樂繪本嚟嘅。咁呢首詩係當中嘅一首詩啦，咁我今日就嚟分享佢，都係一個餘葉啦，因為呢本書都好快同大家見面咁嘅。咁啱開始想創作致湯顯祖呢個念頭咧，咁係因為湯顯祖係最早把澳門寫入去文學作品嘅一個作家啦。咁而家澳門作為東亞文化之都，咁本來就有好多東西文化交融嘅一啲獨特魅力啦。咁湯顯祖嚟到澳門嘅時候，佢都睇到好多嶺南嘅風啊，中西文化嘅風啊，咁就係佢把呢啲嘢都寫咗喺佢嘅文學入邊。咁湯顯祖咧，翻閱佢嘅歷史生平嘅時候咧，你會俾佢好多嘅嘢打動嘅。譬如佢細時候喺江西林村個書院嗰度長大啦，佢喺一個雙世家度長大，佢經歷好顛沛流離啦，咁包含咗好多讀書嘅時候啊，又考咗好多次啊先中舉啊咁樣，之後佢又去好為民嘅一個官啦，咁最尾佢歸隱咗喺一個叫做玉明堂嘅地方，所以我唔知大家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佢後面係畫咗一朵花，嗰朵花係白色嘅山茶花，係玉明嘅意思，咁所以咧，都代表住佢嘅一啲傲骨，佢嘅心情同埋佢一啲悲憫。咁我就想用一種咁樣嘅鮮活嘅一種方式咧，去紀念呢個明代嘅好偉大嘅一個戲劇家，去希望讀懂佢筆下嗰種好感人嘅嗰種情不知所起，一望而深嗰種感覺。咁呢本致湯顯祖咧，咁我希望佢唔係一個簡單嘅人物繪本啦，佢係一個跨越咗時空嘅一個交流。咁希望藉住呢個繪本咧，大家可以行入湯顯祖嘅一生。佢喺1550年嘅時候喺江西出世啦。咁佢其實9歲嘅時候已經嗰個江西嘅時候係好有戰亂嘅。咁佢就寫咗一首亂後嘅嗰陣時，佢已經表達出一種9歲嘅時候嘅小孩子嘅時候已經表達出一種好悲戚嘅感覺。咁佢14歲左右咧，咁大概就與佢嘅妻子吳玉英相伴啦、相識伴啦咁。咁佢妻子都好早就早逝，30幾歲就早逝，未活到我咁嘅年紀就已經即係離開咗人世咁啦。咁所以咧，佢嘅牡丹亭咧，我諗好大嘅緣故都同佢第一任嗰個愛妻走咗嘅時候有關啦。咁特別佢個人可能比較正直啦。咁特別佢又嚟到貶到嚟我哋南方呢邊，咁佢好多見聞，咁就把佢特別把澳門寫咗去佢嘅詩啊佢嘅文學作品入邊，包括佢嘅最高成就嘅牡丹亭入邊。咁致湯顯祖咧，咁都係最核心，我想寄託嘅一啲情感啦。咁當然係我同湯顯祖嘅一個穿越時空嘅400幾年嘅一個對話啦。咁即係同湯顯祖嘅一啲對答咁樣，即係你係點樣去理解呢個至情啊咁樣嘅？你嗰啲相思、嗰啲痛苦啊，你係點樣去感受啊？咁有啲月啊，一葉一夢，一燕一心，佢嗰個一世萬情，即係表達佢嗰種
好漫漫長夜嘅一生嘅嗰種感覺啦。咁為咗等大家即係可以更加立體嘅感受到湯顯祖嘅魅力，我都做咗一個嘗試，咁就係我擅長嘅藝術歌曲嘅。咁我呢次咧係選咗6首湯顯祖嘅詞，同埋揀咗6個好權威嘅英文譯本，用嚟創作成歌曲。咁呢6首歌曲咧，好快都會同大家見面啦。咁即係我希望通過唔同嘅，即係大家昆劇啊呢啲可能聽得多，咁我試下用藝術歌曲嘅形式，到時大家聽到可能會同音樂啊中西結合嘅一種形式去帶俾大家，希望更多人聽到湯顯祖嘅一啲聲音啦。咁湯顯祖話情咧係佢創作嘅一個核心，咁其實真實嘅一啲感情咧係文學作品入邊好珍貴嘅底色嚟嘅。咁我對於呢個創作呢個繪本咧，我都係始終帶住一份好真情嘅感覺啦。咁對於古典文學嘅熱愛，對於湯顯祖嗰個人格嘅一啲敬仰啦，特別佢對澳門嘅一啲記錄啦。咁我希望翻開呢本書嘅讀者，咁都可以了解到佢嘅呢啲傲骨，佢嘅一啲悲憫，讀懂佢筆下嗰種超越咗生死，衝破咗各種艱苦嘅一種知情，最終佢得到佢想表達嘅呢種知情嘅感覺。咁喺度即係通過呢個歌聲，都希望大家可以挖掘到一啲歷史深處一啲好鮮活、好深情、好堅守本身嘅一個湯顯祖咁樣咯。咁係咯，咁我讀一次俾大家聽下，呢個都係我第一次讀呢首詩。我用普通話嚟讀，因為寫嘅時候我係用普通話去創作嘅。咁致湯顯祖，夢回臨川，香山遙望問湯翁。牡丹亭畔，梅涼夢斷腸。這一場幽夢，又寄誰編？情深緣淺，又怎堪衡量？湯翁笑喊笑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夢是心之舟，載你我穿越世間。悲歡離合皆是真。又問湯翁筆下，此情何以堪？湯翁輕嘆，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吾與湯翁對坐幽篁，古韻萦回，今生跌宕，交織成章。湯翁之言如清泉數石，似塵勞入腸，溫潤心房。夢醒之際，湯翁身影漸遠，唯留墨香一縷，與明月共此悠長。湯翁之魂與我同行，一夜一夢，一煙一生，一情萬世，千古猶新。謝謝大家。我哋幾時有本書有啲歌去聽呢？今年會同大家見面。好，等住。即使你寫嗰本書同你加梅士嗰個差唔多。呢次歌曲會用英文嚟唱。OK。好期待係咪啊？係咪要等啊？要聽？你要應情點解揀英文？因為我當時去咗，其實我有諗過用葡文定係英文。咁因為歌曲咧，咁我哋聽昆劇啊嗰啲，我哋已經聽咗好多次啦。咁藝術歌曲係我最熟悉嘅一個領域嚟嘅。咁如果我唱英文，咁可能會我自己都可以理解到啦。咁但係唱葡文，我可能就會只可以用嗰個音譯咁樣去，即係可能冇咁 touch 到嗰個melody 嗰個音樂嗰個韻律啦。咁我覺得啱啱好又見到幾位好優秀嘅翻譯家，把佢嗰啲詩翻譯得好好。哇！我一睇就覺得哇，如果變成歌曲幾美好啊！咁就做咗呢個嘗試。咁我相信好快同大家見面，到時候再唱俾大家聽。係。OK。陳老師，
到你咯。大家晚上好啊。那么很感谢谭医生这次邀请我来参加与诗相会的这个分享的活动啊。其实我已经好多年没写诗歌了啊。我现在这些年都是在写散文和随笔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容易去驾驭的。诗歌对我来说是文学作品里面的金字塔，就是太难去挑战了啊。就是我也写过一些诗，但是我感觉不登大雅之堂啊。所以今天我就觉得不太敢拿我以前的一些诗歌来做分享。那么也聆听了在座的同事，就是这个朋友的一些精彩的诗歌，就还是很受打动的啊。也希望以后如果真的有诗心触动的时候，我再回归到写诗的这个道路上。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是毕山爷的《路》这首诗啊。其实一开始谭医生邀请我的时候，我是选了佩索阿的，就是那一首就是我留下，我来过并留下那首诗，我也很喜欢。但是后来谭医生说不如换毕山爷啊，就主办方的这个要求之下呢，我也就换了。但是换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说到这个毕山爷呢，我觉得跟杨永红老师也是很有缘分的啊。因为之前你让我们请了5位作家写了那个《少年奇趣门》嘛，那个小说嘛，然后5位作家就一起接龙，谭医生是第一个写，然后我是第2个写。我当时挑的就是毕山爷，那他的一个原型，然后就创作那个小说，后来就续写下去了。所以就是也是很有缘分，今天又再次呢，因毕山爷我们又凑到一块啊。那么说到毕山爷的话，我相信澳门的朋友都多少有所了解啊。他是出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啊，然后他的一生其实不是很幸福的啊。他是1894年来到澳门，他担任过这个教师、公务员啊、律师、法官等等的职位啊。然后他是葡萄牙象征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其实不多啊，就他的《滴漏》呢，这本诗集呢也是30多首诗啊，很短，很少啊。但是他在葡萄牙诗坛里边也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啊。那我就拿这首《路》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先来给大家读一遍啊。路，毕山爷。我有不祥之梦，病悸之心，理不清那过早侵袭的忧虑。我惶恐地冲上未来的浪尖，可饮的却是对现实的追忆。追忆的是这苦痛，我费尽心机也无法把它逐出心胸。夕阳要裁出一块黑暗，把黑面纱披于我的心灵。苦痛就是失去和谐，此时的天空把羸弱的光投向病恹恹的魂灵。没有苦痛，心灵一片荒芜。一轮太阳熄灭了黎明，恰在黎明时分，心在悲哭。下一版，下一版。这个吧。我读完再来说好点。好的。对。有一天，你在路途与我相遇，我要去哪里，我也茫然。老兄你好，我问候你。孤身上路，路怎么走也走不完。前路何其漫漫，布满荆棘。你歇歇脚，我也停下喘口气。我们一起投宿路边的客栈，对酌一杯酒，惺惺相惜。野山孤港，道路艰难，受难地的碎石刺伤了双足，而热沙灼人。因此，我们各怀着悲苦，在酒中哭，眼泪流入我们的酒杯，我们饮下共同的泪水。对这次停留，我们委实需要勇气得到恢复，体力
得到补充，我们又拿起前进的手杖，旭日已经升起，我们继续前行。酒醇如处子，胜过晨光。一路我们难觅这般佳酿，我们斟满杯盏，凭着琼浆增添我们行路的力量。我要独自前行，我们终要分道扬镳。我就是这条漫漫的长路，我必须抵御无边的寂寥。让我痛哭，让我痛饮，我疯了一样的追求理想，以信仰和梦把灵魂喂养。好，这首路呢，一共是有3章，那每一章都是14行诗。其实它第1章主要是在讲这个我们在生命之中会遇到的苦痛，然后第2章主要是在说他遇到一个朋友啊，互相问候，互相慰藉。然后到第3章的话，就是2人告别之后，他要重新上路，就是怀着梦和信仰前行啊。那我觉得鹿它这个也是充满了象征主义的色彩了。就鹿在这一首诗里边，像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这条路呢是充满了坎坷啊，布满了荆棘，也是非常寂寥，非常漫长啊。人生有很多的苦痛啊，苦痛在诗人的笔下就是不和谐啊。但是呢，诗人他是通过喝酒啊这种方式去消愁，同时呢要通过友情的这种慰藉来让自己呢获得这种力量。最后呢，他知道啊，也是要靠自己去前行的。我们每个人走的路都不可能靠别人来替我们去走，都要靠自己去前行。所以我觉得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有一种非常明亮的一种力量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我是把这首诗呢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如果知人论事的话啊，结合毕商爷他的一个生平来说，其实毕商爷呢，他是因为失恋而来到了澳门，他长相也不好看。他是一个法官的私生子，然后呢，他在学业方面也不是很顺利啊。听说在科英布拉大学里边也延毕了1年，来到澳门这边呢，他本来是想就等到他喜欢的那个安娜啊，他结了婚，后来丈夫过世了嘛，又想再去追求她，又被再次拒绝了。就是爱情很不幸，然后他在这边呢也娶了一个中国的姨太太，生了一个孩子，但是跟孩子呢感情也不是很深，所以他的一生不是很幸。包括他晚年的时候，他吸食鸦片，然后他就是活在一种多愁善感的这种悲伤的情绪里边，所以也就是60岁左右就过世了啊。就我觉得他虽然说这首诗传达给我们一种很积极的力量，但是他这一辈子我感觉好是没有说真正走出他人生的一个苦痛和阴影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诗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留下的诗歌其实呢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慰藉。一首诗歌就是一个世界啊，每首诗歌它脱离了诗人的手，其实呢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触发。那我从这首诗里边就读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的苦痛啊。那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啊，谢谢各位。谢谢。顺便说一下，其实呢，这是姚峰老师的翻译的版本，这一版呢是陈咏仪翻译的版本。这2个呢，它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比较偏典雅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是偏通俗的啊，就是它的用词啊、句式啊不太一样啊。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对比就是去体会一下。好，行，可以。说这么多，谢谢。陈老师，我带了哪一个？喂，在哪？是这个吧？对了，是这个。你读一读啊，可以吗？我朗读一下，对吧？好了。这首诗我好像没看过。没看过。来，我来读一下。好。秋天已经过去，寒天正在返回。秋天带着一丝苦笑，严寒的冬天，太阳在斜照着，冰冷。太阳
还有清澈见底的河水，透彻的河水，河水啊，你在我疲惫的目光下逃跑着，你要把我的徒劳的焦虑带往何方？我这颗空虚的心啊，你往何处去？留下来吧，他这副飘柔的秀发，还有在那匆匆逃逸的河水下，他那双睁大的沉思的明眸。忧郁啊，你要奔跑到何方？还有那起伏挥舞着的透明而又冰冷的双手。很好聽。今年係貝山爺嘅逝世100週年， 100週年咁我都好想聽阿馬醫生你介紹下貝山爺，因為你中文葡文都好叻。所以我先特登攞咗嗰首詩嚟介紹貝山爺。因為嘅意思咧就係、啲詩其實係講乜嘢嘅咧？你哋明唔明白佢嗰首詩講乜嘢㗎？你讀咗落去，你有咩感覺啊？佢係講緊啲乜嘢嘢啊？有好多人話係愛情，其實係定唔係咧？土地，乜嘢感覺嘅土地咧？因為你睇落去咧，佢就話秋天已經過去，而家就好冷好冷好冷。咁即使你講緊係時間嘅問題啦，係咪啊？生活嘅問題啦。始終都係過咗秋天就嚟咗冬天啦，係咪啊？咁之後你行下行下咧，佢就邊度啊？就話問你其實你嘅心空空嘅，咁係點解你心空空咧？點解又有個人喺個水下邊飄下飄下咧？即是過咗身。明唔明啊？所以咧，貝山爺咧就係咁嘅。佢啲詩咧，而且係嗰啲咁嘅詩，葡文嗰啲詩咧就叫做 sonetto。sonetto 咧，佢咧就係好特別嘅，即是嗰度咧有4句、4句、3句、3句。咁即係初嗰第4句咧，嗰就係介紹個問題俾你嗰度。之後咧，佢就會解釋你聽啦。咁佢個意思咧就係乜嘢咧？佢嘅意思咧係讀起上嚟咧，佢就係代表嗰幅畫嘅，就係嗰幅畫嚟嘅。嗰幅畫你哋知唔知係咩畫嚟嘅咧？奧菲利亞是吧？係啦，奧菲利亞。奧菲利亞係乜嘢人物嚟㗎？是哈姆雷特裏邊係啦，哈姆列嗰個女主角嚟㗎嘛，嗰個人物嚟㗎嘛。咁咧就係真係浸死咗噶嘛。咁你如果係睇嗰首詩咧，你就話係咪佢講緊 Ophelia 講緊嗰啲愛情因為失咗去啊，冇咗嗰個愛情咧，係嘛？不過你反轉嚟睇咧，佢咧就係貝山爺係咩年代嘅？就係1800幾至到1926咁啊。咁如果你睇嗰段時間嘅話咧，就係葡國1908年就俾個皇帝槍斃死咗，所以之後咧葡國咧就1910年咧就反咗政府。你再講起嚟咧，又係佢喺澳門咧
就係中國又係冇咗嘅王朝。所以咧，佢嘅意思咧就話，咁未來係點㗎？係咪得一條死路啊？即是佢嘅心情就係咁樣諗咯。所以咧，嗰個 Ophelia 咧都可以代表歐洲，因為嗰陣時咧歐洲咧全部都係反王嘅，全部都係乜嘢嘅。所以佢嗰個詩你一睇落去咧，你真係好難明白嘅，因為佢有好多嘢咧，你如果唔係咁樣嚟睇咧，你就唔會明白嗰首詩咯。所以你如果係咁樣解釋咗，你明白咗，你就知道啊，俾山人咧係一個真係好悲劇嘅人嚟嘅，因為佢真係對社會啊，同埋對佢自己啊嗰個未來俾佢咧係冇嘅，所以咧佢可能咁樣咧先係走去食鴉片煙啊，食嗰啲咁嘅嘢咧，就忘記嗰個世界，所以就係好黑暗嘅人物嚟嘅咯。OK， 咁咧而家咧我就帶咗第二首詩咧，都係佢嘅，就係嗰首詩。陳老師，来读啊。係。好，试一下啊，献丑了。没办法，风平浪静，风帆已经收下，原先桅顶上高高飘扬的旗帜已经寂然不动，飞翔的海鸥已经精疲力尽，人们不再划桨了，都不作声了，海浪在哼唱着古老的节奏，海风给我们安排了怎么样的圈套？他们干嘛把我们带到了这样远的地方？卫护天使长圣加百列，请你再降临，给大海祝福，请你前来这个蓝色的平原，给我们引路，请引导我们去最后争取到光明，争取到至善，争取到理想的雷闪。瞧，南十字星座已經出現嘅咧，所以我特登咧就係擺咗嗰幅相喺度，因為咧嗰個咧就係個船嚟嘅，嗰係個船嚟嘅。咁佢寫嗰首詩嗰陣時咧，就係紀念同埋慶祝葡國到印度嘅400年。咁咧佢就寫咗嗰首詩。不過佢寫嗰首詩咧，你可以講佢係咪讚啲葡國人咧？因為你話會咁大攞嗰啲咁嘅船仔去新大陸，又唔知乜，咁啊其實係定唔係啊？有啲人話：哦，你紀念400年喎，咁啊梗係你唱啲威嘅嘢啦。所以你陳老師講話Pessoa咧係有本書咧，就係唱葡國啲威水嘢㗎啦。不過如果你翻轉嚟睇咧，佢直情係問，佢嗰度係問你喎，乜嘢風帶我嚟嗰度？你係好事定係壞事？之後佢就話：我希望嚟到係做好事嘅，唔係做壞事嘅。所以咧，佢嘅意思咧就係你可以講話葡國啲威水嘢，不過佢都係知道有好多唔係咁好嘅。所以嗰個係真係你係要做乜嘢嘢咧，就係咁樣講啦。所以咧就話卑山爺咧就係一個係好特別嘅人嚟嘅。佢個思想咧就係比嗰個年代咧就係唔同嘅。所以佢嗰陣時咧就係好幫助好多澳督啊，同埋佢哋教書啊。因為嗰陣時咧就話諗住你啲葡國人又少，土生又少，咁你攞個學校嚟做乜嘢咧？佢都有咁嘅諗法嘅。佢話係啫，如果你冇個學校咧，你就唔會教到葡文。你喺
亞洲嚟講咧，就失咗啲葡國嘅文化啦，就係咁。所以咧，佢堅持落去，你冇你都要爭取，就係咁咯。所以佢都幫咗澳門好多嘅，同埋咧係可能係第一次有個人，你話詩人又好，政治又好咧，就帶出咗啲中國嘅詩去西邊嘅，因為佢都有翻譯嘅，翻譯咗起碼8首詩嘅。我唔知你哋識唔識？我有機會會帶俾你哋啦。OK？咁比山爺佢係一個象徵主義嘅一個詩人啊，即係佢嘅一個先驅啦。包括佢嘅詩影響咗佩索阿嗰啲創作啊。咁馬醫生，你有冇對佢啲象徵主義嘅詩有冇咩研究啊、理解啊咁啊？都有嘅，因為所以咧，就喺葡國咧，就你話喺澳門咧，好多人咧話好中意比山爺嘅。不過咧，我唔知佢哋係中意，因為係有一個葡國人嗰啲詩即是全世界都認識嘅先中意啦，定係佢真係了解佢中唔中意咧咁樣？我有樣嘢俾你哋睇。Red, can you put the other presentation about Pesanya, about the Pessoa？ 因為初咧，陳老師咧就話我想介紹Pessoa嘅。咁咧 Pessoa 咧又係好得意嘅喎，所以咧葡國咧就有兩個清楚。葡國咧有兩個咧係全世界三個啦嚇。你講加梅士啊，即是全世界都認識嘅葡國詩人嚟嘅。一個咧就係加梅士啦，第二個咧就係Fernando Pessoa。第三個可以講話係比山爺。不過咧 Pessoa 咧嗰陣時咧好崇拜比山爺嘅，因為佢認識咗比山爺之後，佢覺得比山爺啲詩咧就係好特別嘅，即是新潮得嚟咧就係好特別嘅，所以咧佢都跟咗比山爺啲詩嘅有啲。咁咧就好得意嘅喎，佢咧我講咗嗰三個詩人啦，嗰三個詩人咧雖然係葡國人，不過咧就喺外國生活咗好耐。你話加梅士都嚟過印度，都嚟過澳門。Fernando Pessoa 佢出世喺里斯本。不過因為佢阿爸過咗身，佢阿媽再結婚咧，就去咗南非住咗好耐，所以佢初讀書咧都係讀英文嘅。佢第一本書咧都係寫英文嘅。之後佢翻咗嚟葡國先開始寫葡文啲書嘅。咁咧，比山爺咧就住喺里斯本嘅，所以咧里斯本咧就攞咗佢嗰個人物嚟做一個城市有一個詩人，所以咧你如果係去里斯本咧，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印象喺度嘅，因為佢嗰度咧嗰個咧就係一個咖啡叫做 Brasileira， 佢以前咧係時咧就同啲朋友去嗰度飲咖啡啊飲剩嘅，所以咧就幾十年前咧就整咗佢個人像喺度，你可以坐喺佢隔離有張凳喺度同佢飲咖啡嘅喺路嗰度。之後咧嗰個咧就係好近嘅啫，就係Pessoa住過嗰間屋嘅，對面咧就係里斯本嘅歌劇院嚟嘅，所以咧佢住過喺嗰度嘅。咁咧喺10幾公里咧。喺葡國咧有一個公園，就係私人公園，佢都有個像喺度嘅，所以咧就變咗比山爺咧就係里斯本唔係Pessoa就係里斯本嘅詩人啦。咁咧講起嚟咧，
澳門都想話我攞本身嘅嚟做啦咁，不過做唔做到咧就係好難咯。所以我就話俾你哋睇個情況咧，就係本身人係好重要嘅，不過佢寫啲嘢咧真係好難明白嘅，即係要慢慢去睇，差唔多你要一個字去睇佢個係同埋了解佢要寫乜嘢嘅。OK， 咁我就嗱嗰個咧就係個畫家，嗰個畫家就畫本身人啦，不蘇啊，咁不蘇咧咁不蘇咧就 Fernando Pessoa 咧，佢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嚟嘅，因為點解咧？佢係分裂嘅，佢可以分裂咗成10幾個人嘅。最重要咧就係有3、4個咧最認識㗎啦。同埋咧佢分裂咗之後咧，佢寫啲詩啊寫啲嘢咧都係唔同嘅喎。譬如佢分裂咗Alberto Caeiro，Alberto Caeiro 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嘅，即是係有錢啊有成嘅。Álvaro Campos 咧又唔係啦，就係一個咧好普通嘅人，同埋咧冇讀過書嘅，所以寫啲詩咧就好簡單嘅。所以佢分裂咗咧好多嘅人物㗎，同埋你一睇嗰啲詩咧，你就會知道嗰個其實係邊一個佢分裂咗嘅。所以嗰個咧就係佢分裂嗰啲人物咯，明唔明啊？所以做 Fernando Pessoa 就係好特別嘅。OK， 第二日有機會再分享 Fernando Pessoa 同你哋分享。我哋作家協會咧好榮幸，即係舊年咧我哋去咗葡萄牙做交流，我哋其中有一站咧就去咗Pessoa嘅故居。咁我哋睇到話有幾多個我咁樣，即係佢入邊分裂，即係佢叫異名人。係啦。咁即係見到佢有好多個唔同嘅，佢包括佢幾個人物之間佢哋有互相對話啦，咁好得意嘅，即係佢係唔同嘅角色啦，譬如工程師啊、醫生啊，各種各樣嘅人物，咁佢哋又互相有一個星象嘅，甚至乎每一個人有一個唔同嘅星座咁樣，咁佢哋又互相對話，即係完全係好多個人格喺度，一個人好似會出咗100種人生咁，咁就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個作家咯，我覺得係。係好特別。係啊，咁你覺得佢同比山爺啦，講翻比山爺啦，咁佢嗰個區別，你覺得係點樣咧？兩個都係好喺葡國嚟講咧，就係一個新潮㗎啦。不過咧就可以講係比山爺開始嗰個新潮嘅方法去作啲詩啊，作啲嘢嘅，所以就係一個新嘅諗法，之後先記好多個人跟住嚟做啦。Fernando Pessoa 就係其中一個，而有好多個嘅。咁就話你葡國如果你要講20世紀嘅詩咧，一定要佢哋兩個出嚟嘅，肯定嘅。因為以前嗰啲咧同啲新潮嘅就係唔同。OK， 咁我哋第日先見咯喎，希望基金會有多啲機會俾我哋再討論下啦，好唔好？嗯哼。即係佢可以係有多啲嘅呢啲機會融合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可以請一個葡萄牙嘅人咧，就朗讀用葡文咧朗讀一啲中文嘅詩歌啦，跟住我哋又請一啲即係中國人啦，咁樣用廣東話或者用普通話啦，咁就係將一啲翻譯，譬如頭先陳老師咁樣，佢咁樣讀到出嚟都係好感人嘅，即係令到我哋覺得好激動。但係我覺得嗰種激動就係話，如果你係能夠喺當中啦，咁就係穿插到即係葡萄牙嘅成個歷史或者一啲睇法，即係對我哋嚟講係嗰種感受係深刻好多咯。期待住你。
唔係，因為咧嗱，我講真嘅，鄭先陳老師讀嗰啲咧，我都有帶咗個葡文版嚟嘅。咁我就話想咧，如果係佢讀中文嘅，我讀葡文嘅，你聽下咧係唔同嘅，因為其實咧佢嗰啲詩咧都係有好多嘢嘅，啲聲音啊，啲音樂啊，嗰啲嘢全部喺晒度嘅，所以有好多研究嘅。你讀一段啦，係嘛？我讀一段，我讀第一個段落嗰度路嗰個啦，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有咪？你有咪？OK。 Tenho sonhos cruéis na alma doente. Sinto vago receio prematuro. Vou a medo na aresta do futuro, embebida em saudades do presente. Saudades desta dor que em vão procuro, do peito afoguentar sem rodemente. Devendo ao desmaiar sobre o poente, cobrir-me o coração de véu escuro. Porque a dor, esta falta de harmonia, toda a luz desgrenhada que alumia as almas doidamente, o céu de agora. Sem ela o coração é quase nada. Sol onde expirasse a madrugada, porque é só madrugada quando chora. 係你讀咧，你嗰個感受真係好難形容啊！即係所以就話你講嘢同埋讀詩咧，真係啲詩其實係好重要嘅。所以咧，多謝你哋作咁多詩出嚟。多謝馬醫生，我仲想問多句啦。咁畢山爺佢喺澳門細嘅，咁佢有冇寫啲關於澳門嘅詩啊？你有冇研究咧？好得意嘅喎。畢山爺咧，佢嗰本書咧，其實佢嚟澳門之前已經差唔多寫晒㗎啦，差唔多寫晒嘅。咁咧，嗰啲研究咧，有啲人咧就話佢寫咗之後咧，嚟到澳門咧都要寫啲新嘅，譬如佢有幾首詩喺嗰度咧，直成全部喺澳門寫嘅。OK， 不過有第二啲咧，有好多你哋我唔知喺澳門邊度有。你哋可以揾到佢啲詩，因為咧好得意嘅畢山爺，畢山爺咧，佢呢啲詩咧，其實嗰本書咧，直情唔係佢寫，唔係佢做出嚟嘅，就係點嘅咧？就係鄭先陳老師講咗，佢咪話有一個人叫做 Anosorio 嘅 ，Anosorio 個侄仔咧，就係聽畢山爺時時講詩嘅。畢山爺咧唔寫嘅，畢山爺係寫咧就係送俾你嘅，寫咗就送俾你，讀出嚟嘅，自己朗誦出嚟嘅。咁咧佢嗰個 Anosorio 嗰個侄仔咧，就每一次佢去探佢哋啊，定係去嗰個咖啡嗰度朗誦啊讀詩咧，佢就抄晒之後咧，先出咗嗰本書嘅。所以就唔係佢出本書嘅，佢出咗本書之後咧，佢都冇乜理本書嘅，因為佢嘅意思咧就係我講啲嘢，我寫啲嘢，其實咧係冇用嘅，因為我唔會改變個世界嘅，所以咧佢就唔會話揸住嚟啊，做住啲乜嘢嘢嘅。不過咧佢就好重要嘅，因為咧佢都嚟澳門之前咧，都有好多思想咧，就係諗住中國啊嗰啲咁嘅嘢嘅。佢好中意中國啲文化嗰啲嘢嘅，所以咧佢有啲詩咧，佢嚟到澳門咧，之後猛喺度改。我都有問過啲人研究嘅人咧，就話佢係咪改嗰啲嘢咧？因為覺得喺澳門個生活咧會變，佢啲諗法同埋嗰啲音樂感啊嗰啲嘢咧會變咧，啲人都唔知，因為其實係好難㗎，你唔知其實佢係諗緊乜嘢嘢，點解會要改？因為佢改咗好多嘢㗎喎。因為如果你睇佢嗰本書咧，有好多 version 喎，因為佢猛喺度改，有啲又改咁樣，有啲又改咁樣，所以咧就變咗真正寫
澳門嘅詩咧，佢就冇。不過關於澳門啊、中國啲文化啊嗰啲嘢都有，同埋有一件係可能講係大事嚟嘅，就係佢咧就中意中國文化嘅，就收藏好多中國啲古董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咧佢1915年咧就喺澳督府做咗個展覽，展覽咗成100幾個古董咧，就全部送晒返葡國。不過去到葡國咧，就擺咗喺葡國成幾十年都冇人喐過。佢過身之後咧，佢嘅遺產咧都有一匹古董，又係送咗去葡國嘅。去到之後先開晒啲箱，開晒啲嘢咧，就擺咗喺古邊㗎啦。而家我哋如果係喺古邊咪有個博物館咧，有佢啲古董嘅。如果你問我，我都未睇過，我未睇過。不過有啲相，佢有啲古董，有啲嘢咧，佢收藏咗嘅，就咁咯。所以咧，佢對澳門同埋對中國嘅文化都好有研究嘅。可以講，佢一嚟到澳門做老師嗰陣時咧，就直情請咗一個中國人攞嚟同佢解釋啲中文，佢都有讀中文嘅，所以佢都識中文嘅。所以如果你講咁多個葡國人喺澳門，而且啲土生嘅喺澳門，有幾多個識中文嘅咧？係咪啊？冇幾多個，佢就識嘅，所以就好有研究嘅。嗰個人係好特別嘅，真係好特別。OK， 多謝大家。好多謝馬醫生分享。係唔係啊？我多謝你哋分享你哋啲作品就真。咁咧就有啲書送俾你嘅，就應該你送噶啦，橫掂你係作家。用嗰個見面嘅時間啦，就借咗半詩，主要都係啲古典詩詞。呢個係妙集中老師。我不知啊。你有啦係咪？Fica para a coleção. Mas eu acho que já que vocês têm.俾你啦。陳老師有嗰本。